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Ben，都一段時間冇講漫畫啦。咁啊，因為啲新嘅書啊、即期書啊都停咗就冇買。咁啊，除咗李小龍復刻啦，都會繼續儲落去嘅。咁啊，多謝我嘅好朋友啦，咁啊幫我繼續留書同埋幫我攞咗。都係最近呢啲期數啊，咁啊都係玉郎時期嘅，咁啊同埋發覺呢段時間咧好多都係兩本啊，係啊，孖刊兩本，咁啊54、255，跟住之後6059啊同60啊，跟住6162啊都係啊，都係新年嗰段時間有啲利是封啊都正嘅，同埋其實個印刷都係仍然正啦，係嘛？都會有海報喺裏面，所以都係非常值得儲嘅嚇。跟住另外啲書啊，都諗住清啦。咁啊，最近有套正嘢就係古惑仔，都諗住出樣噶啦。咁啊，整理緊，大家睇下留唔留意到啦。歡迎又問下，因為實在太多啦，因為空間有限啦。咁啊，首先取捨就結果係古惑仔先。咁啊，李小龍曾經都諗過啊，不過自己真係非常唔捨得啦。咁啊，二揀一底下，咁啊，當然就可能就斷捨離，咁啊就出讓呢個古惑仔先嘅。今次一個小分享啦，咁啊睇下下條片會拍啲咩啦。好啦，拜拜。